嘛是选举的消息，立法院要开议啊！即摆有未少立委身兼年底县市长选战的重要干部，其中人数上济就是教育委员会。14个委员内面有10个人是拿力候选人竞选总部中有做重要职务，总共5个是6都的竞选总干事，5个是竞选的干部，剩的4位嘛有辅选的任务，人人拢身兼辅选的重要任务。选战逼近啊，立法院恐惊会无人去开会。 那了台北市长候选人，那选举行程小拼，但市长竞选总干事吴思瑶、蒋万安竞选总干事林奕华嘛就分身，针对议题发言互相攻防，因的共同点都是来自立法院教育委员会。立法院的教育文化委员会确实地灵人杰，非常期待这是一个正向的 PK， 这是一个正面的竞争，不管是辅选或是问政，一样都能够做到100分。这次非常碰巧呢，刚好教育文会里面有蛮多，不管是各阵营的这个县市长候选人的总干事，本身的职责就是立法委员，所以开会之后出席是基本的。教委员会第0人格14位委员当中，有10位是辅选要角，5位是6都竞选总干事，包括讲市长候选人郭志文总干事吴怡丁，还有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其昌的2位总干事何兴顺和张廖万坚拢在内。 反正是教委会重视看愿哪里合作，和委员特别适合担任通考角色。其他还有包括林佳龙发言人赖品妤，但是中政策幕僚范云。不过立法院就要开议，人人身兼辅选重任，就惊开会的闹空声。那绝对不会因为选战耽误了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下个会期的预算的审查跟重要的法案。大家放心，我一定会继续守护我们下一代的教育。辅选问政拢要兼顾。 议场到外口难免会相拄着，和平常时相对和平的教育委员会要未开议，就充满选举味。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